并且欠长内度为3顿走总的弱势家庭，这回抱着欢喜心，冇机会来电影院享受食爆米香、啉可乐，感受难得的假日时光。因为在地科技大厂先美材料发挥共创美好未来企业社会责任。18号除了包场招待南台南家扶中心200位亲子来看电影，同时也加码利用300份爱心礼包来为辅助家庭传岁月围炉的45万餐费，场面温馨。企业有余力的话呢，我们尽量能够去回馈到我们的社会。好，那当然社会上其实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。好，那我们这次刚好跟南家福合作嘛，哈，因为在地化嘛，好，我们尽量从台南开始，那希望透过企业这个微薄的力量，哈，那响应大家一起来帮助整个社会共同成长，一起美好。成美材料科技公司他们也大力的赞助了我们这个爱心礼包，我们总共赞助了我们300份的爱心礼包，希望说我们全体的扶助家庭900多户的扶助家庭，每一户家庭都在年底的时候可以拿到我们的爱心礼包，然后让孩子们、亲子们一起去采购他们家里所需要的各式的民生用品跟礼物，然后谢谢，满满的谢谢我们材美材料科技公司，谢谢。先美材料科技当年导致社会关怀，这回首次甲南台南家扶中心合作，的大手笔来赞助，嘛抛砖引玉，共同呼吁社会大众加入爱心礼包行列，无论金额济少，拢来支持900户的扶助家庭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